台铭表态要来争取到国民党的情调选总统，随后就开始巡回各乡镇，向各界来请导、来指导。早起是来到台中东海大学来演讲，强调这个科技对台湾发展的重要性。也有风声，讲5月17，国民党可能会征调到侯友宜来选总统。郭台铭今仔日表示，伊甲侯友宜是兄弟爬山，伫家己的领域提出着台湾的愿景。不管到上尾啊，是啥人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，拢会全力团结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30天类初选开始啊，即个为2024年总统的大选布局。不过即马听讲，国民党有可能伫5月17提名侯友宜。郭台铭笑笑地讲，大家公平竞争。我跟侯市长是个兄弟登山啊，但是我们最后的这个共识，在朱立伦主席的带领之下，我们都会大家在这段时间内都会在公平竞争为了争取党内提名，郭台铭甲侯友宜有真侪动作，唔是去友邦访问，就是下乡座谈。大家共同目标是大选，唔管是最后新人胜出，拢必须共同对外，安尼才袂来乱。不管是谁胜出，我们一定尽全量团结，尽全力来支持那个胜出人。郭台铭早起伫台中东海大学对这学生演讲现场200位透早就坐定。在演讲开始前，伊阁先向郭总统蒋经国为上鞠躬致意。国党会强调讲，执政者不应该干那将眼光放伫政治甲武器。台湾爱成为亚洲的科技岛，唔是火药库。未来台湾必须将这个投资的重心放伫科技这方面，才当伫国际取得立足之地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